扎西德勒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致函祝贺美国众议院新任议长；联合国专家严重关切中国在西藏实施的系统性同化政策；司政边巴斯人呼吁流亡藏人私营企业朝多元化繁荣发展。首届西藏信息技术专业人士大会在达仁萨拉召开。比利时周末藏语学校在布鲁塞尔举办西藏文化晚会。藏茶新闻周报在驻北美办事处举办成立1周年庆祝活动。驻台湾代表拜会台湾国会支持西藏连线主席林长佐委员。驻日本代表阿瑞亚博士主持日本藏人协会理事会成员交接工作。英国艺术组织在伦敦首映达赖喇嘛尊者的希望之艺术短视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经过连续5天及15轮的投票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于1月7号落下帷幕。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凯文·麦卡锡先生当选为新一届的众议院议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在闻讯后，于上周日1月8号相续致函新任议长凯文·麦卡锡先生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佛瑞斯先生，祝贺他们在选举中赢得各自的职位。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指出，他长期以来一直钦佩美国在维护民主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尊者进一步强调，作为自由世界的一个大国，美国可以通过解决经济挑战、社会问题和气候变化，为塑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做出特殊贡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茨人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茨人女士也在贺函中感谢美国人民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和无私援助，并希望新任议长继续提供支持。另外，鉴于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的持续压迫和系统性管控有增无减，一个由4名联合国人权专家组成的小组对中国在其占领下的西藏实施的文化适应和同化政策表达了严重关切。联合国专家们在信函中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实施的殖民式寄宿制学校是大规模同化藏人的计划之一。这份最初于去年11月11号发出的信函与近期按照既定程序被公开。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本周4发表新闻声明，欢迎联合国人权专家致函中国政府，严重关切中国在西藏实施殖民式寄宿制学校制度以及其同化西藏的文化和民族认同方面的政策。驻日内瓦代表赤雷曲季女士也对联合国专家在这一关键性问题上的干扰表示欢迎。该信函由联合国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报告员、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教育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和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共同发出。此外，应流亡藏人商业协会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茨人与印度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成员仁钦拉姆女士一道，于上周六1月7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近郊的桑叶林藏人定居点出席了首届西藏文化节开幕式。司政边巴茨人在发表讲话时回顾了流亡藏人当年经营的工厂和企业的经历，并强调了私营企业朝多元化方向繁荣发展的重要性。达仁萨拉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馆长格西拉多、藏人行政中央驻德里办事处临时代表敦珠加布先生、桑叶林藏人定居点行政官员多吉次仁先生和流亡藏人商业协会会长扎西旺堆先生出席了开幕式。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计算机资源中心于本周1 1月9号在印度达仁萨拉的行政培训和社会福利中心
召开了首届西藏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大会。资深编发次人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分享了他的愿景，即通过利用流亡藏人社区现有的人才和资源，加强各藏人社区之间的合作，实现在流亡中成功维持，直至藏中冲突得到解决前的共同愿景。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在会议上致辞时表示，通过组织本次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希望了解年轻一代的藏人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能力。来自印度各地的50多名信息技术专业的藏人青年，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着重讨论了未来制定数字化工作方面的策略，以及加强流亡藏人社区的信息技术，通过建立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网络和有效利用有限的可用资源，实现藏人行政中央数字化转型的愿景。另外，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江央洛佩周末藏语学校于上周六1月7号举办了一场儿童文化晚会，纪念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3周年。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女士、左亲然央巴珠仁波切与比利时藏人协会的代表参加了活动。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女士赞扬了江央洛佩周末藏语学校董事会成员和教职人员为保护和发扬西藏的语言和文化，以及教育年轻一代藏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并呼吁与会各方代表要永远铭记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团结一致地为实现尊者的愿景而努力。此外，由4名北美藏人青年创办的藏茶新闻周报于上周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举办创刊1周年庆祝活动。驻北美代表郎杰曲朱博士赞扬了4名藏人青年的崇高理念，并建议年轻一代的藏人承担起保护西藏文化和民族特性的责任。据了解，藏茶新闻周报由扎西杰雄、丹增次珠、丹增雍登和丹增次仁4名藏人青年创办。在成立的1周年内，该周报受到了各界读者的青睐和欢迎。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森先生于本周在台北会见了台湾客家委员会主委及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主席等相关政要。本周二1月10号，驻台代表格桑坚森先生在秘书长明久一珍女士及行政助理的陪同下，前往台湾立法院拜会了国会西藏连线主席林长佐委员和副主席洪胜汉委员的助理刘英君女士等。在会晤期间，代表格桑坚森先生介绍了驻台办事处在加强台藏关系及未来其他相关活动方面的计划，以及流亡藏人在申请台湾签证时所面临的困难等相关问题。林长佐委员保证将予以合作和提供支持。而在上周六1月7号，代表格桑坚森先生在办事处接待了前来拜访的台湾客家委员会主委杨昌正先生。期间，代表格桑坚森先生向杨昌正先生提出了流亡藏人在申请台湾签证时遭遇的困难，呼吁有关各方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当天下午，在代表格桑坚森先生的主持下，包括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以及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及常务委员等举行了一场会议，讨论了即将到来的西藏自由抗暴日和藏历新年的活动方案。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阿瑞亚博士于上周六1月7号在位于东京的西藏之家主持了日本藏人协会卸任和新任董事会成员的交接仪式。代表阿瑞亚博士在仪式上致辞时，感谢离任的第11届理事会成员在促进与西藏有关的活动以及与驻日本办事处合作方面所做的贡献，并对新当选的成员表示欢迎和祝贺，期待在未来2年与他们一起工作。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当代激进艺术文化研究所与西藏希望中心合作，于本周三1月11号晚间，在伦敦市中心的皮卡蒂利广场和全球多个城市的地标性大型广告屏幕上
首映了该组织2023年推出的艺术作品《达赖喇嘛尊者的希望艺术》为题的短视频。据了解，这部3分钟的短视频内容涉及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就和平与希望所进行的开示，受到了各国民众、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的欢迎。在首映活动前夕，主办方当代激进艺术文化研究所邀请了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索囊策仁先生和秘书长洛丘桑登女士出席晚宴。该研究所创始人兼艺术总监约瑟夫·欧康纳先生和代表索囊策仁先生相续发表讲话。随后，参加晚宴的嘉宾、大批伦敦藏人和支持者冒雨见证了达赖喇嘛尊者开示的有关和平与希望的短视频在伦敦市中心大型广告屏幕上首映的盛况。当天，该视频同步在德国柏林、澳洲墨尔本、美国洛杉矶和韩国首尔等多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的广告屏幕上播放。而该活动也将在每天的20点23分，分别在全球各大城市中心的广告屏幕上放映，持续到1月31号结束。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